惠中台市带出的农产品红葱头等烹料食材，卖当用力学校营养午餐的食谱。教育局特别伫亚洲餐旅举办研习营，邀请各校营养师甲厨工来参加，互因知影如何运用红葱头增加菜色风味。其实对中破西来讲，嘛是一项严格挑战。今天的主题坦白讲，我到昨天才真正才知道，原来是红葱头。还好我没有偏离主题啊，真的因为我的新香料原本得到的讯息是新香料，我的新香料其实我准备了我们日常生活所见的，最常见的不就是什么葱姜蒜辣椒，对不对？中式蔬菜嘛那当然后来得到说红葱头这个东西，应该说我们盛产了，然后会导致用不完。用不完的时候怎么办？那我们当然要找一些副产品、副食品，开始去想说，我们红葱头可以再生再利用，我们能做什么？那其实外面市售的话，大部分都会看到就是红葱酱、红葱酥等等。可是呢，我们还蛮少把它利用在一些菜肴上面。这也是一个挑战，因为我又得到一个消息说，各位要带回去，然后交给厨工们，然后在营养午餐里面要出现。哇，那这个就是要针对国中跟国小生，然后大概来去设计一个东西所以今天设计的2道菜，各位在讲义上面应该都看得到。惠中教育局透过学校嘛设计2道菜，希望伫研习的过程刺激大家想出更较侪创意美食，互学生增加食欲，加在地加当季。我们都知道，我们对于整个红葱头目前在市场上。我们必须要多一点的协助，所以教育局也特别来针对这一个我们新香料理的部分来办理研习，让我们的学校营养师还有我们午餐执秘第一线的现场的人员有机会来实地上来做这个料理。那我们也很感谢我们亚洲餐旅学校，因为有他们一起来做这个产学的合作，然后把这个红葱头的料理能够更多的介绍到我们校园里面，成为我们营养午餐的食谱。那我们教育局这边也响应我们市长，那我们一共学校有600斤的红葱头来认购，希望能够放到我们的一个餐点里面，让孩子吃得健康又吃得美味。3国学合作将红葱头入味来丰富菜色效果，达到期待。台南新闻管制何秋芳采访报道。